来这个进行关是付1000块，领3000块，等于每一个人会当领到政府2000块。加2008年金融海啸，马英九政府的时期所发放的消费券3600块比起来，倒一个互人较有感觉呢？民众的心声，咱做伙来了解。摕1000换3000，要互你正清大拢会使抵用。政府要发进行券，爱你先摕钱出来，民众安怎看？那直接给2000就好了吗？2008年，政府以500甲200名额发消费券，总金额3600，即马是摕1000换3000。消费券必须要到户籍所在地发券所领，进行券无确定。两个拢袂使走南山的消费券使用范围宽，有营业登记的商店或者是无登记原理收的摊贩拢会使用。但是进行券拜读电商，袂当囤积民生物资。根据经济会统计，2008年消费券政策看来好用，但是对当年经济成长率0.28到0.43%，比起预期的0.66差真多。若是即马摕1000换3000，对经济贡献敢有提升？对咩？安尼讲嘛，才摕偌济啊，你无好算。12档过去啊，政府要促进消费，民众要安怎开呢？台电可以再买一台啊。卫生纸啊，吃东西吧，吃的吧，拿来贴补家用吧。民众要安怎开？好亲像甲年代有差，唯一无变的想法是用现金比较好。现金较好用啊。